氏的嘴蚕钓鱼机，它最大的 idea 就是来自于我们小时候经常玩到一个那种很小的那种钓鱼机的机台，让它变成一个400倍的放大感，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一个巨无霸的嘴蚕钓鱼机出现在台湾，非常的吸睛。小小的鱼儿张大大大的嘴巴，很殷殷期盼那个鱼饵的时候，它就像是我们一般人有时候就是觉得嘴巴有点馋，想要吃点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如果有乐事的美味洋芋片突然跳出来，满足你对美味上面的追求，你的嘴馋也瞬间都消除了。它把乐事产品的美味感加上乐事品牌的一个惊喜感、快乐感，整个完美的结合起来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创造乐事解馋钓鱼机最大的一个目的。我看我朋友到 Facebook 上面 po 这个活动，他觉得很有趣，所以就跟我男朋友从新竹，我们今天搭火车就直接上来玩。我刚刚钓到3只，蛮有趣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吃乐事，然后就可能就配剧啊、看电视一下就吃完。我们现在最困扰的是这么多箱乐事怎么等一下带上火车，最困扰的部分。到年底前呢，我们预计还有多场的一些嘴蚕钓鱼机的一些场次，到台中的大圆柏，然后会到高雄的巨蛋，还会再跑回台北星光3月的站前店，来吃乐事的美味，来玩乐事非常好玩的嘴蚕钓鱼机。